台中市警方掌握到一位有毒品甲枪炮通缉的嫌犯，会晓改造枪，佮随身炸枪，真危险。经过警方收集事证，等待时机，成功伫咧中华园林抓到人。本分局侦查队接获情资指出，罗姓犯嫌因案遭通缉中，具有改造枪支技术，并拥枪自重，出入随身携带枪械，及组成专案小组积极搜证侦办。专案小组调查发现，罗嫌日常经租用共享自小客车代步，经跟监部署，于适当地点迅速以车辆前后包夹。查缉过程中，虽经罗嫌顽强抵抗，员警仍将罗嫌强力拉出车外，逮捕到案。警方表示，这个通缉犯平常时拢是坐共享汽车来闪过警方的追查，而且伊随身炸枪、炸伊改造的枪，互警方包围的时，佮拍算要举枪起来反抗，加载去互警方压制逮捕。警方嘛有伫车顶抄到2支改造枪、甲109粒枪支，也佮有毒品这证物。专案是依照涉犯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、甲毒品危害管制条例等等的罪嫌，移送检方侦办。